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、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係另一單喺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嘅暴力事件。今次地點係來往屯門同深圳灣口岸嘅城巴 B3X 線。事發喺4月11號夜晚大約10點，一個阿伯因為吹口哨太大聲，被一個金髮年輕男子勸喻收細聲量。點知阿伯竟然連環拳毆打年輕男嘅頭部同臉部，不過年輕男好冷靜，全程冇還手，仲話打咗就得啦。報到警啦，最後警方到場，將兩個人一齊拘捕，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、法律責任同埋點解唔還手反而係最聰明嘅做法。首先詳細講下段片嘅內容。段片喺社交平台 Threads 流傳，總共有3段。第一段片見到，當時係夜晚，城巴上層最後排座位位置，一個戴帽嘅阿伯企喺度，不停揮拳打一個坐喺座位上嘅金髮年輕男。年輕男完全冇還手，仲好從容咁話出手打人，啱啦，報警。但係阿伯冇收手，仲邊打邊鬧 X 你老 X 啊，拳頭不停打落年輕男嘅頭同面。第二段片見到同阿伯同行嘅一個大媽加入戰團，怒號報警咪報警咯 ，X 乜老 X 啫，關我老 X 乜事啊？而家你個冚家 X 邊個兇你啊？啱嘅你都有乘客勸交話，大家分開先啦。年輕男就強調，我就冇打交㗎，有人打我啫，大家都可以作證。阿伯反駁，你 X 我阿媽就唔啱。年輕男回應，你自己走埋嚟兇我啊！唔緊要，報咗警噶啦。第三段片見到雙方仲喺度爭吵，年輕男話：我同你講，可唔可以靜少少噶？阿伯同大媽就呼喝你行開啦，翻落去啦。最後雙方留喺車上等警察到場。樓主透露，警察好快就到，仲帶埋盾牌，懷疑打人同被打嘅都落晒車落口供。之後事主去醫院驗傷。樓主總結話：喐手先就輸咗，阿叔 EQ、IQ 太低，沉唔住氣。警方回覆香港01表示，4月11號夜晚大約10點接獲報案，指一架駛至屯門虎地嘅巴士上有人被襲擊。人員到場調查之後，相信一個61歲男仔同一個39歲男仔因為瑣事爭執，期間懷疑互相用手襲擊，兩個人都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被捕，獲准保釋候查。4月下旬要向警方報到，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6隊跟進。兩個人都受傷，61歲男仔面部受傷，39歲男仔頭部受傷，清醒被送去屯門醫院治理。呢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討論。第一係金髮年輕男嘅處理手法。佢全程冇還手，只係不停話報警，仲要叫其他乘客做證人。呢個做法非常聰明，因為如果佢還手，即使只係推一下，都可能變成互毆，到時兩個人都會被告公眾地方打鬥。但而家佢冇還手，只係捱打，咁法律上佢係受害者，阿伯係施襲者。雖然最後警方都係以打鬥罪拉晒兩個，但相信上庭之後，年輕男好大機會可以證明自己只係自衛，或者根本冇出手，最終可能只係阿伯一個人被告。有網民讚得好，金毛哥哥好正，情緒夠穩定，引導唔出手 respect 呢一個示範，值得所有人學習。第二係阿伯嘅行為，佢因為吹口哨太大聲被人勸喻，唔單止唔收細聲，仲要出手打人。呢一種老賣老嘅行為好令人反感，佢可能覺得自己年紀大，後生仔唔敢還手，所以肆無忌憚。但佢唔記得咗巴士上有閉路電視，周圍乘客有手機，成個過程被拍低，放上網之後，全香港都睇到佢嘅惡行，而且佢出手打人，無論原因係咩都係犯法。佢而家61歲，如果被判罪，可能要坐監、罰款、留案底。為咗一口氣搞到晚年留案底，值得乜嘢？第三係大媽嘅角色，佢唔單止冇勸交，仲要加入鬧人、講粗口，火上加油。佢嘅行為雖然冇出手，但都可以構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或者協助及教唆襲擊。若果警方想追究，佢都有可能被拉。所以奉勸大家，當見到有人爭執，最好嘅做法係勸交，或者保持沉默，唔好加入罵戰，否則隨時累己累人。第四係其他乘客嘅反應。段片見到有乘客勸交，話大家分開先啦，呢個係好㗎。
但亦有人只係拍片冇出聲。拍片本身唔係問題，但如果可以一邊拍一邊報警，或者大聲話已經報咗警，可能會令打人嘅人收手。當然，每個人嘅安全都好重要，唔強求大家冒險。網民對呢單新聞嘅反應非常熱烈，絕大多數人都讚金髮年輕男做得好。有人話金毛哥哥夠冷靜，真係好嘢。如果係我，可能忍唔住還手，到時就係我錯。呢個後生仔真係智慧爆棚。亦都有人鬧過阿伯恃老賣老，以為自己大晒，打人仲要咁惡。真係離譜，61歲仲咁好火，小心爆血管。仲有人關心個年輕男嘅傷勢，希望佢冇事。個阿伯打頭好危險，有網民就指出，其實個阿伯咁樣打人，可以告佢普通襲擊，最高判1年。如果驗傷證實有身體傷害，可以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，最高判3年。所以個阿伯今次真係大件事。從法律角度深入分析一下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，任何人因為普通襲擊而被定罪，可處監禁1年。普通襲擊嘅定義包括任何人不合法地、故意或魯莽地使另一人憂慮，即時受到非法武力，或者實際施加非法武力。阿伯連環拳打頭，好明顯已經構成普通襲擊。如果年輕男嘅頭部有紅腫、瘀傷，或者醫生證明有腦震盪，咁就可能升級做襲擊，致造成身體傷害。根據同一條例第39條，最高可判監禁3年。另外，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25條，任何人喺公眾地方參與非法打鬥，即屬犯罪，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，同埋罰款5美元。000呢一條罪嘅關鍵係參與。年輕男雖然冇還手，但警方初步認為雙方互相以手襲擊，所以拉咗2個。但係相信經過調查，如果證實年輕男只係擋格或者完全冇出手，好大機會唔會被起訴。咁所以大家唔好因為警方拉咗就驚，清白嘅始終會冇事。我哋又要分析下點解喺公共交通工具上成日發生衝突。第一，空間狹窄，巴士、地鐵嘅座位同通道都好逼，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好近，好容易因為身體接觸或者噪音而產生摩擦。第二，乘客背景複雜，一架巴士上可能有老有少，有本地人，有遊客，有返工嘅，有放假嘅，每個人嘅情緒同容忍度都唔同。第三，缺乏執法。巴士上冇警察，司機又要專心揸車，好多時衝突發生咗都冇人即時制止。第四，社會壓力，好似之前講過，香港人壓力大，少少嘢就可以爆煲。今次嘅阿伯可能本身已經心情唔好，再被人話太大聲，覺得冇面就出手打人。對於一般市民，呢單新聞有咩啟示？第一，如果遇到衝突，盡量保持冷靜，千祈唔好還手，還手就會變成互毆，到時你都有罪。正確做法係大聲叫報警，叫其他乘客做證人，盡量保護自己嘅重要部位，例如用手擋住個頭。第二，如果情況許可，用手機拍低過程作為證據，但係要注意安全，唔好太靠近。第三，事後一定要去醫院驗傷，攞醫生紙作為控告對方嘅證據。第四，如果對方繼續施暴，可以考慮按動巴士上嘅緊急按鈕，或者大聲叫司機停車開門。第五，作為旁觀者，可以幫手報警或者大聲喝止，但係唔好自己衝上去打交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呢一單新聞最值得學習嘅係金髮年輕男嘅情緒管理。佢被一個阿伯連環拳打頭，正常人嘅反應一係還手，一係走開，但佢選擇坐定定，仲要好冷靜咁話報警。呢一種定力真係非常難得。佢明白一個道理，邊個先出手，邊個就輸。佢唔還手，就將所有道德同法律嘅籌碼攞晒喺自己度。阿伯以為自己打人好威，其實係打緊自己嘅自由同前途。咁所以下次當你遇到挑釁，記住呢個金毛哥哥嘅示範，忍一時報警，等法律制裁對方，而唔係自己出手。最後，我希望警方同法庭可以嚴正處理呢一類巴士暴力事件。巴士係公眾地方，如果成日有人打交，市民會覺得唔安全，應該要判處具阻嚇性嘅刑罰，等啲中意出手嘅人知道，打人係要付出代價㗎。同時，巴士公司都應該考慮喺車廂當眼位置張貼告示，提醒乘客襲擊他人屬刑事罪行。
最高可判監3年，同埋提供一個簡單嘅求助機制，例如直接連接到警方嘅緊急按鈕。至於我哋呢啲普通乘客，記住忍讓唔係懦弱，而係智慧。打交永遠冇贏家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